来看新竹科航园区的中原宫殿下晡1点外发生火灾，伫地下3楼的一台修理车，正有可能是家己烧起来。这警消接到通报了后，赶到现场，甲厂房内面1000外员工拢疏开，无造成人员的伤亡。听消防人员的指示，1000外员工是紧急疏散到户外。消防车一直等水内，新竹科航园区2号下晡是发生火灾。供电台抢中原供电，伫新竹场区的地下停车场，伫下晡1点外，忽然间是呛浓烟。第一时间，工厂的警报器嘛一直亮。场内的人员发现是一台轿车着火，现场是规个烟蓬蓬。警察接到通报了后，是无确定敢有人受困伫内面，因为着火地点伫德科，随派出12台救灾车含28个消防人员，赶紧赶去现场救援，帮助场内的员工疏散和清点人数。现场16个单位拢总有1100个人，发现是停伫地下3楼的一台轿车。技术家己得会。某公司地下3楼有汽车火警，那金山分队到场时，员工智慧箱这边组已启动，疏散1100人。那地下3楼他们的洒水设备已经自行启动，包含员工实施干粉灭火及二氧化碳灭火器初期扑灭。伫警消到场进前，就有真侪员工随提拍火管，做伙甲火势拍花，才无人员的伤亡。到底这台车是安怎会着火？即马就要等进一步来调查厘清。记者综合报道。